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星源占星學堂，我係占星師 Christy。首先啦，嚟緊天秤座滿月咧，就係喺2025年4月13號朝頭早8:22嘅。咁啊，4月13號係星期日嚟嘅，朝頭早8點幾咧，我相信大部分可能都仲係瞓緊覺未起身。不過唔緊要嘅，我哋許願咧就唔係淨係呢一個 moment 先可以許願嘅。我哋嚟緊今次適合許願嘅時間咧，就會由4月13號嘅朝頭早8:22開始，去到晏晝嘅5:59啦。然後咧，中間可能大家出街食個飯啊，行個街啊，翻屋企去到9:54咧，先至再適合許願噶喎。咁然後咧，我哋由13號嘅9:54開始，去到4月15號嘅8:21朝頭早咧，都係適合許願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成個過程咧都有超過40個鐘嘅時間。咁我諗大家無論星期日有啲咩節目咧，都應該會有時間或者有空間咧，可以俾你可以做到呢個許願嘅活動環節噶啦。中間點解係唔適合許願呢？就係我哋會有一個叫做月亮空亡啦，無相位嘅時間。咁如果詳情想知多啲嘅咧，可以參考我其他嘅影片，咁你就可以知道多啲關於許願時間上嘅一啲小貼士同注意事項噶啦。咁雖然就話全程有成40幾個鐘頭適合許願啦，其實頭8個鐘頭咧許願嗰個力量係最大嘅。就係講緊4月13號朝頭早8:22去到晏晝嘅4:21。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咧，我都建議你星期日起身嘅時候，刷完牙、洗完面，可能食個早餐或者食個 brunch 咧，就做咗個許願先啦。做完個許願先慢慢出街行下。天秤座許願咧，就梗係講緊我哋以今次嘅許願主題要配合翻天秤座相關嘅能量啦。天秤座相關嘅能量咧，包括啲咩咧？本身天秤座已經係同愛情同關係構上一個好緊密嘅主軸嘅一個能量同埋星座嚟嘅。本身天秤座咧係金星守護嘅，我哋4月13號咧就已經係啱啱好，我哋呢一次嘅金星逆行咧就結束啦。咁所以咧，你可以把握呢個星象嘅時間啦，去許一啲同愛情關係有關嘅主題嘅願望。甚至你結咗婚啦，你有穩定嘅伴侶啦，你亦都可以許一啲同婚姻關係啦、夫妻相處啦，或者係兩性相處啦有關嘅一啲願望，都係同天秤座好配合、好適合嘅一啲主題嚟嘅。而喺工作或者係日常生活方面啦，天秤座亦都係同一個平衡咯、合作有關嘅。所以如果你同人夾份做生意啊，或者你喺工作上好多時需要同人合作嘅話咧，天秤座呢一個許願主題咧都幾適合你嘅。天秤座亦都同我哋講緊嘅正義感啦、公平有關嘅。好多時同人相處，兩個人嘅關係合作嘅時候，就會去問嗰樣嘢係咪咁啦，公唔公道啦。咁喺點樣去平衡人我關係或者雙方嘅一個利益付出嘅時候，或者個人嘅付出同收穫嘅時候，都絕對係一個適合天秤座嘅主題嚟嘅。亦都天秤座咧，同美感啦、藝術啦、鑑賞力啦，一啲靚嘅嘢有關，有啲同打扮啊、扮靚啊、美感有關嘅主題咧，亦都好適合今次嘅許願嘅。大家要留意翻，今次咧係一個滿月許願，滿月許願咧係許一啲斷捨離嘅願望，即係話一啲我已經唔再啱用啦，我想唔要，我想擺低，我想放下，我想釋放嘅嘢。咁所以咧，但凡你係今次啦，同一啲感情關係啦、合作關係啦、同美感啦、正義感、公平啦，呢啲有啲嘢想放低、想釋放、想有啲唔同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把握呢一個天秤座滿月嘅機會去許願嘅。另外啦，喺醫學占星上面，天秤座亦都同我哋一啲身體部位有關嘅。天秤座掌管嘅就係我哋嘅腎臟同埋泌尿科嘅系統。
所以如果你有啲相關部位嘅問題，例如可能個腎有事啦，容易有膀胱炎，甚至係女仔容易有尿道炎嘅話咧，天秤座今次滿月咧都係一個幾適合，希望呢啲疾病從此離我哋而去啊咁嘅一啲咁嘅願望。我哋許願咧，除咗係配合翻星座主題啦，你都可以睇翻當時嘅滿月係喺你本命盤入邊邊個宮位入邊發生，因為喺唔同嘅宮位亦都配合你個人化咧，會對於你嚟講會有更加多額外嘅適合嘅主題嘅。今次天秤座滿月啦，月亮咧就會喺天秤座上邊，咁所以咧，如果你咧就睇下你嘅本命盤入面，你嘅上升星座位置啦。如果你嘅上升星座係白羊座嘅話咧，今次嘅天秤座滿月咧就會喺你第七宮發生，如此類推。咁呢個表咧就可以幫到你。如果你對占星有基礎嘅認識，知道自己嘅上升星座喺邊，你就會更加容易知道今次嘅滿月有冇一啲額外主題係可以同你相關啦。你亦都可以加埋落去許願嘅。如果你話我唔知自己嘅星盤，唔知自己嘅上升星座喎，你可以上網去一啲網站上面啦，可以自己打啲資訊入去，你自己去查啦。又或者聯絡我哋占星師，可以幫你開翻個星盤望一望嘅。跟住咧就想講下今次呢一個星象嘅能量。我哋睇翻今次嘅滿月，太陽同月亮嘅位置。月亮咧會位於第五宮入邊啦，太陽咧就喺佢對面嘅第十一宮，即係話咧呢個滿月就係一個第五宮同第十一宮嘅軸線入邊發生嘅。第五宮同埋第十一宮嘅軸線咧，就係同一個自我實現啦，我哋嘅創意啦，我哋肯唔肯去冒險啦，我哋個創造力啦，我哋點樣由冇變有嘅一個新嘅能力啦，係有關嘅。由於滿月係一個放下釋放嘅能量，所以如果你喺感情關係啊，你喺同創造力有關啊，同一啲自我價值、自我實現啊嘅主題上邊，有一啲嘢係一路棘住咗，原來放唔低嘅，有一啲諗法咧，原來膠着咗，令自己而家嘅生活或者生活嘅其他唔同嘅方面咧，好似棘住啊，裹足不前咁咧。今次嘅天秤座滿月都係一個好好嘅時候，我入邊有啲咩信念啦，甚至有啲咩習慣啦，有啲咩想法啦，有啲乜嘢同人相處嘅模式，或者係自己嘅一啲內在化咗嘅模式，原來我可以變啦，可以擺低啦，可以有啲唔同啦。又或者以前嘅一啲諗法或者觀念，我哋唔需要再抱住唔放啦。我成會唔會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冇創意咧？我自己唔夠勇敢咧？我自己唔夠叻，唔夠 shine，成日都俾人睇唔到自己咧？咁今次呢個天秤座滿月嘅時候，你就真係可以趁呢個機會去好好地望下，係咪真係咁咧？或者嗰啲自卑啊，睇唔到自己嘅諗法啊、信念啊，亦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我哋許願或者透過一啲唔同嘅療癒方式咧，我哋就會去擺低，去 move on，去行我哋下一個 milestone，下一個階段嘅路。值得留意嘅咧，海龍星咧係同太陽合上。海龍星同創傷療癒相關，我哋以前會有一啲經驗啊，我哋有啲唔開心啊，有啲際遇啊，好似嗰種情緒啦、嗰個情景啦，甚至嗰個人咧，會重新出現翻。重新出現翻嘅時候，就會 recall 咗我哋一啲唔開心嘅回憶啦，唔開心嘅情緒，唔開心嘅感覺，甚至唔開心唔適用嘅習慣、想法同埋信念。我哋值得好好睇清楚佢，我而家係咪仲係咁樣呢？我同對方嘅關係而家係咪仲係咁樣呢？我對佢嘅感受同情緒係咪仲係咁樣呢？你可能發覺，隨住時間，隨住我哋成長嘅經驗，隨住我哋一路睇到嘅嘢、學習嘅嘢，你對住同樣嘅人事物，
甚至一啲相似嘅情景，我哋嘅感受、我哋嘅睇法或者我哋嘅信念已經有所唔同。舊嘅嘢、以前嘅嘢，係時候擺低、釋放，甚至掉咗佢落垃圾桶，沖咗佢落廁所啦。睇返星盤，我哋觸發到佢有一個 T square 嘅尖端，嗰度係火星。火星係巨蟹座，火星係白羊座嘅守護星，所以今次嘅滿月咧，亦都會好大程度會 trigger 我哋同火星相關嘅一啲脾氣啦、情緒啦。甚至我哋可能會有身體嘅反應，會有頭痛啦、發炎啦、啲肌肉唔舒服啦。而因為咧，火星喺巨蟹座，巨蟹座係同我哋個情緒感覺好敏感嘅一個星座嚟嘅，所以喺今次嘅天秤座滿月入邊，係會好強烈地觸動我哋成個嘅生存啊，或者一個危機啊、恐懼、焦慮嘅系統，而呢樣嘢亦都會好大程度爆發成為一個情緒。又或者，如果我哋本身對於抒發情緒唔叻嘅時候，嗰陣情緒就會容易擺咗喺我哋嘅身體嘅上邊啦。我哋容易頭痛啦、肌肉痛啦、關節有問題啦、發炎啦，或者係啱啱呢個時候春天會容易爆發濕疹或者皮膚嘅炎症問題。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呢個天秤座滿月嘅時間，我哋都唔係好適合去安排太多嘅活動俾自己。如果可以嘅，留喺屋企或者多啲靜靜地一個人啦，去感受翻究竟我今次呢個滿月時間需要斷捨離、需要放低嘅一啲相關嘅嘢係一啲乜嘢啦。喊到嘅就盡量喊啦，呢個都係一個抒發情緒好好嘅方式。如果唔係嘅，可能去做運動、出身汗啦。天氣好嘅，去海邊或者去公園行下、散下步啦。大自然都係一個幾適合幫我哋抒發情緒嘅渠道。如果唔係你本身已經有你抒發情緒嘅方式，可能係冥想、頌缽、薩滿鼓、音叉、畫畫，任何一樣嘢。我都好鼓勵你喺呢個天秤座滿月嘅時間，揾個靜靜地嘅空間，同自己嘅內在傾偈，照顧翻自己嘅情緒感受，回憶翻嗰啲嘢，然後好好地同佢 say goodbye，然後就擺低，我哋就可以 move on。如果大家對滿月許願嘅步驟或者點做唔係咁肯定，或者好耐冇做唔係好記得啦，歡迎大家去睇翻我另一條片，咁嗰度咧就會有講關於新月滿月占星師咧其實係點樣許願啦，步驟係點，亦都有啲咩要注意嘅。喺呢度最後啦，祝大家心想事成，願望成真，可以咧好好喺呢個天秤座滿月度同自己內在好好地對話，將唔識用啊或者以前嘅傷口、以前嘅負面情緒咧，就好好地擺低啦。我哋下一次見，拜拜。